7月13號發布嘅擴大消費15規劃，呢一份文件一出，直接推翻咗市場上所有嘅悲觀情緒，仲利好咗大灣區置業嘅群體添。先講最震撼嘅一點，呢次規劃第一次將住房歸類為大宗耐用消費品，而且排名仲喺汽車家電嘅前面。阿爺直接敲定咗住房係拉動消費嘅核心引擎。有人一聽見住房劃入消費品就會覺得利空，其實完全理解錯方向啊！呢次規劃雖然係堅守房住不炒，但同時提出推動樓市持續健康發展，擴闊居民財產收入，釋放嘅信號非常明確，後市整體運行平穩。優質房產保值嘅基礎十分牢固。第二點，文件用咗13次提及住房消費，並且明確提出因城施策，增加改善性住房嘅供給。最關鍵嘅係將穩樓市同牢固資本市場、增加居民財產收入一齊嚟講。呢個信號仲唔強烈，即係話穩樓市已經納入國家促增收、抗消費呢一個戰略鏈裡面，資產端企穩先至有底氣消費嘛。第三，規劃大力推動建造安全、舒適、綠色、智慧、高品質嘅住宅，同時加快舊城改造、社區服務嘅提升。呢個方向非常清晰，樓市由有冇得住進化到住得好唔好。以後揀樓價格就唔係唯一嘅標準，社區配套、物業服務先至關鍵。文件明確容許各地因城施政調控樓市，落喺中山同珠海咁又會點呢？就係會持續落地專屬利好、購房補貼、以舊換新相關扶持嘅政策會持續加碼，有效降低剛需同改善群體嘅置業門檻，釋放合理嘅住房需求。總結嚟講，7月13號呢一份規劃從來唔係打壓樓市，而係為樓市行業長遠穩定發展鋪路。市場分化會持續加劇，缺乏配套嘅物業會持續受壓。但係中山、珠海主打宜居屬性嘅優質房源，已經迎嚟置業嘅黃金窗口期。